杨帅哥、金公主，哎呀，杨迪克金康的山，哎呀，神雕侠侣，哎呦，黄叔叔上次说好带你们来吃这个日料的啊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日料一条街呢啊，想要哪家店随便选啊，价钱不是你们考虑的啊，你们只管选店，黄叔叔只管掏钱，哈哈哈。看看想吃哪家？就跟这家啊，行，走了。哎呦，这个都是日文的，黄叔叔还看不懂啊。你好，吃饭有人吗？老板，服务员。咦，哎，杨帅哥金公子没有人的了啊，空的呢，估计还没开业呢。那我换一下啊了。哎呦，ちょっと待て。我是这家 Super Bar 的主理人，我はジョーさんです。请问阁下有预约吗？你讲话就讲话，你这把塑料刀拾过来干什么了？吓我一跳了。你这个店叫什么？斯卡吧？悪い，和 Super Bar 是非常棒的意思。所以阁下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我。你们店里一个人没有，这生意不做了，这还要预约了？他妈的！就算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我们也要预约，这是我的开店之道。哎呀，老板，好的，我有名有姓，请叫我周桑。耶，杨帅哥金公主，怎么还有人特意要我叫他中桑呢？有这种要求的呢？啊，知道了，这滑稽了，中桑，哎，中桑，哎，哈哈，我越叫他越起劲，中桑。哦，你缴够了没有？没有预约的话，请回吧。哎呀，怎么就走？这边又不是只有你一家日料店了，多了呀！我过来叫他两个中桑，我倒也蛮商业的。哈哈，这位中桑啊，下次预约再来啊。哎，金公主，看看有什么其他店啊？哦，你预约过来？哦，哎，助手，等一下，我们预约过来。哎呦，还得是你呀，金公主金卡莱噻。我跟这个杨迪克出来是从来不预约，都直接闯进去了。哈哈，中桑，预约过来。既然是预约过的话，那就请进吧。中桑，你那个菜单给我看一看呢。ごめんなさい，我们没有菜单，我们做什么，你们吃什么。前菜、刺身、烤肉、天妇罗、寿司、高汤、乌冬面、甜品，依次品尝。我马卡塞讲究由淡到浓，由轻到纯。请您扫码付款，3888元一位，3位一共是11664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卡塞内了，我妈卡塞了，什么东西了？就这几个菜，你要我3888啊？我管你欧了卡了，你抢钱了？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，我们拿豆用的是秋田县单薄海拿豆，海胆用的是北海道马粪海胆，和牛用的是神户和牛，还有我们的蓝鳍金枪鱼大腹也是限量供应，都是上等食材。啊，行了，知道，等一下，金公主，这个今天你来决定，好吧？你想吃这个菜，你喜欢吃你就吃啊，不要在意钱，好吧？哦，想吃的是吧？好，没问题。你们两个小家伙吃得开心，黄叔叔就开心啊，全都是小事啊。中桑，我给你付过去了啊。上菜。中桑，你这个和牛怎么生了就上来了？阿玛铁老师，天照和牛，请慢用。哦呦，中桑，没看出你还会变魔术了。杨迪克金刚的噻，是吗？结果呢？哈哈，黄叔叔去上个厕所啊，你们先吃啊。中桑。你过来呢，我跟你谈个生意。中桑，你来，那黄叔叔是个生意人啊，我跟你做点生意呢。那我这边有张这个刮刮乐50块钱面值的最大的啊，它最高可以中100万了啊。那我把这个100万的机会让给你，好吧？你返我1万块钱。这个中奖几率虽然不高，但是黄叔叔再跟你讲一句中国的古话，叫风浪越大鱼越贵，这个你肯定知道，懂的吧？好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是真的吗？那太感谢了。那我这边返你1万块钱，只收你1664元。多谢，ありがとう。这位中桑，味道相当不错，下次我们再来吃啊！好，再见啊！杨帅哥，金公主，跟你们讲，我刚刚用一张50块钱刮刮乐，换了1万块钱回来，这个中桑他稀里糊涂就跟我换了，黄叔叔这个生意头脑不要太好啊！我这个1万都不是被他当洋葱头一样哈沾吗？被他哈摘的，是啊，那我手机上给你们1人5000块钱发过去了，我宁可这个发红包给你们用，我也不可能让这个中桑赚了去啊！黄叔叔这个脑子不要太灵光，快！我妈的，大叔，我1块钱都没有中，
你简直把我当日本人整！特别丫的了！哎呦，杨迪，快进给我走，快逃，快逃，快逃！